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光纖輪拯救光纖嘅時候啦。又係你個仆仔！今次個 case， 如果我唔救佢，佢可能呢一世都冇光纖用。嘗試過好多次㗎，咁間寬頻都話裝唔到，嗰陣時又未睇到你哋啲片，咁咪冇辦法啦，咁咪一直忍受100咩咯。希望我可以帶你脫離呢個苦海。好 thank you，俾多少時間我 ？OK。打開個主位，睇下咩料先。用緊100咩？咦？點解條線會喺左邊嚟嘅？有啲嘢。以我認知，呢個屋苑條喉應該喺上面插落嚟嘅。原裝應該係由走廊呢個位直穿入屋企天花板，掟個90度彎喺上面直插落嚟，跟住喺度出返嚟。但佢而家偏偏向左走，唯有追下條線走去邊先。好神奇，佢竟然係經過一條獨立嘅管道，直接到達目的地。好，即管試下可唔可以直接由屋企度穿到去目的地啦。唔係咁易嘅。我知，穿咗1.5米啫，就係咁先。不過櫥櫃底有啲聲喺呢個盒仔度傳出嚟。果然冇錯，原來喺客廳嗰邊係直接穿過嚟櫥櫃底，再經呢一條喉向下走。由於櫥櫃底嘅空間十分狹窄，所以冇計，只能夠由出邊穿返入嚟，希望直到呢一個位置。唉，有驚喜啊！出邊穿咗15 cm 就已經穿唔到，原來條喉被支釘打中咗，有冇咁黑仔啊？唯有鬆開粒螺絲幫佢減肥，睇下有冇啲空間可以俾條穿線帶過到。咦，過到，搞掂！你係咪玩狗我啊？行咗2米到又穿唔到，雖然穿唔到，但係每一次穿嘅時間個門鐘都有啲聲，好奇怪。咦，個膠盒仔4條邊都有灰修補過嘅痕跡，似乎有人打開過，估計條喉可能喺佢後邊。哇，精彩啊！條喉真係藏咗喺個門鐘盒仔後邊，咁都俾我揾到，真係估佢唔到。條喉原來要經過門鐘再入屋。你哋估我唔到㗎啦，快啲食嘢啦！我估到。估計由門鐘呢個位應該可以直接穿到去櫥櫃底。開工，直搗黃龍。搞撚掂，成條路徑通晒。估計佢哋原裝喉喺建築期間已經報廢。補救方案係由呢一度做條新喉穿過去門鐘位。喺門鐘位嘅後面再穿入去廚房，呢個秘密多年嚟都冇人知，所以佢一直都冇光纖用。經過廚房地下屈返上去櫥櫃底，櫥櫃底再出返去客廳原本個主位，拯救光纖成功啊！真係，如果有咩奇難雜症，自己嘗試過唔得嘅時候，揾你哋。OK， 好。真係喺我屋企發生，即係我睇片見到應該好易嘅，點知嚟到我屋企嘅時候，原來哇都好難，不過難唔到你哋。光纖輪嚟緊都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案例，下集。